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黑白讲第31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台语常用词，叫做“郁卒”。相信各位拢捌听过，嘛拢会晓讲。但是这种的写法，敢是正字？到底这种的写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若是无道理，敢有搁较适当的用字？咱今日就要来讲清楚，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教育部的网站安怎写。伫教育部的网站顶悬，就写这两字，下骹有写解说，形容词，心中愁闷不畅快。若是用台湾闽南语来读，就是爱读作安尼，心中愁闷不畅快。咱先来讲倒平这字，这个字就是标准的入声字，读作郁。这个字应该安怎解说？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木将生者，地也，有也，有书也，积也。干那看到这，就已经百个罪啊！这个字的意思，袂输有真侪代志，有真侪话，拢积伫心肝头，真无爽快，样样都要着来伤啊！咱即马来讲正平这字，这个字爱读作卒，同款是入声字。这个字是啥物意思？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类人急事者，这个类人就是奴才的意思。过来，进也、急也、从句字幕。哪会安尼？这个字哪会甲教育部的解说一点仔关系都无？咱都无需要是专家，嘛知影讲这个字一定毋是正字。这字卒的音虽然正确，但是意思完全毋对。咱若是要找正字，咱就要翻头转来看第一字。来看这字郁，到底文献安怎写？是毋是有啥物线索会使用？这字郁的文献就写伫遮，各位敢看会出来啥物线索？小张是看袂出来啦，智慧无够，差伤济。但是就是有人看会出来，啥物人讲？这个人就是咱的好朋友 Brian 先生，伊偷偷甲小张讲，秘密就伫这句话内底，郁积也。敢有影？有影无影？看落就知。咱即马来看这字积的文献，伫段内底有写郁积也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讲一个观念：你若是伫文册、伫文献内底看到这款的写法 A、B 呀，那安尼 A 甲 B 就是同义副词，那用台语来讲，就是同义连词。过来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猪呀。伫正文内底写类也、对叠也。刷落来，咱来看这个字安怎读。伫公文内底写安尼：朱色切，朱色读作积，红色的部分是声母，蓝色的部分是韵母。这个字嘛是一个入声字。虽然讲这个字原本的读音应该读作积，但是咱若是要甲读作积，会使无？小张认为应该是会使，安怎讲？咱来看这句话：中原因运入派三声的代志发生了后，这个入声字的韵尾 p、t、k 已经无分别啦。这个理论是啥物人讲的？毋是小张啦，小张无遮厉害。其实这是一篇论文，发表伫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内底，标题就写作安尼。作者叫做李惠棉。咱即马搁来看另外一篇文献，伫这个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这本字典内底，这个字的音确实有记录，会使读作积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讲一个观念，伫台语内底字甲字不分，所以这个字嘛会使甲记录作积，写作安尼。相信各位观众朋友看到这，心内拢有一个想法。这个字生本就是读作积，也是读作积，使着你讲。你毋是讲这个字会使读作卒，你毋着紧讲。好，你若是有要听，小张就来讲。这件代志爱对伊甲有开始讲起。这个伊甲有就是一对互混的韵母。嘛有人讲这就是漳州腔甲泉州腔的差别。确实，
但是这毋是咱今日要讲的重点。咱即马翻头来讲即个伊甲有的代志。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即个字小张的腔口读作猪，嘛真侪人读作拄。即个字咧，以小张的腔口就是读作正字的字，嘛有真侪人读作正句的句。像即款的字，敢抑阁有？当然嘛有。像即个字，小张就读作猪，嘛真侪人读作拄。即个字咧，小张读作鱼，鱼仔的鱼，嘛真侪人读作鱼。即马来讲今日的重点，依照拄则咱讲的伊甲有互分的原理，即个字就会使读作节，嘛会使读作卒。无毋对，有卒就是写作安尼。要来看文献进前，互小张淡薄仔时间，因为小张要来讲另外一个观念。咱拄则已经甲伊甲有互分的代志讲甲真清楚啊。即马小张要来讲一个新的观念。其实即个伊甲 A 原来是一对互分的韵母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即个 A 甲 U 是毋是嘛是互分？确实有即类的字无毋对，但是无济，所以即个所在小张爱讲无一定，歹讲，因为小张知影的干咱两字。第一字咱今日就要来讲，另外迄字足精彩的，留咧后摆才讲。咱即马来举一个例。即个字安怎读？伫动物内底有记录，多礼切，读作底，第二条的底，底当底空，就是用即字底。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拄，第二条的拄。变调的时阵，就爱对第二条变第一条。第一条对应的就是西的声调，所以即个字就爱读作拄。即字拄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伫普通话内底，若写即两字，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就爱写作安尼。即两字安怎读法？即两字就爱读作拄笑。即字拄是啥物意思？伫字内底有写甲真清楚，两两相当，表示我无欠你，你嘛无欠我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补充说明一下，即字拄笑的笑，小张是参考教育部的写法。各位若是感觉无妥当，有搁较好的用字，欢迎甲小张指点。咱翻头来讲主题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讲即字节，伫讲文内底用主、事、切，读作字，第三条的字。但是伫讲文内底有注明，即个字就爱读作入声。若是读作入声的话者，即个字就爱读作卒。搁一摆证明，即个字会使读作卒。咱即马来查文献，用教育部写的即两字，伫先前两汉的范围内甲查落，结果就是查无文献。搁来伫汉代之后，共款用即两字甲查落，嘛是共款无文献。所以针对教育部写的即两字，咱敢若会使讲音对，但是无文献，所以咱袂使摕来用。若是用咱讲的即两字郁卒甲查落，伫先前两汉的范围内出现一摆。搁来，伫汉代之后出现10摆，所以咱就会使讲即两字音对无大紧，阁有文献。咱即马来讨论第一篇的文献，即篇文献是《后汉书》内底的一个段落。晋强人事义，动以千计，学生而幽极，人道不通，郁卒之气，上感方天。你甲看，幽极无大紧，阁不通。莫怪会郁卒，郁卒就写伫上古文献内底。咱继续来讲第二篇的文献，这篇文献是《太平广记》内底的一句话：幸阴良会，大君主不见嫌弃，德心郁卒，何乐如之？这句话真好理解，无需要解说，你嘛看有。郁卒就写伫这个所在，就写伫北宋的文献内底。咱继续来讲文献，即两字共音阁共意思，拢是心所郁卒也。咱阁来讲一字就好，即个字读作混，字内底写安尼，节也。当然即字节，咱拄则已经讲甲真清楚啊，嘛会使读作卒。郁卒
怒满也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教育部的物质就写这两字，根本就无道理、无大劲、阁无文献。第二，若要找正字，就要对这句话内底去找物质也。这是啥物人甲校长讲的？这就是 Brian 先生甲校长讲的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要来感谢 Brian 先生，谢谢。第三，根据伊甲有互分的原理，咱就会使来讲第四点。这个字会使读作质，嘛会使读作卒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会使来讲第五点。物质的正字就应该写作安尼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